3 hours later. Game over. First A 袋。講明 First A 咧，梗係時間第一啦。Millforce 特別設計，利用拍紐帶保持90度打開幅度，危急時唔影響雙手工作，可以穿喺條腰度提升效率。雙向拉鏈加上拉鏈繩，就算戴手套、手震或者黑暗環境，唔使睇都可以摸到條拉鏈，快速打開，幫你爭分奪秒。底部有2個直帶圈，方便拉鏈同埋用嚟掛嘢。內部仲要超多間隔，分類收納唔同種類嘅藥物。左邊網格層咧，後邊可以放繃帶、毛巾，前面可以放藥丸等雜物。右邊嘅透明間隔可以收納唔同種類嘅急救品，例如鹽水、棉花棒等。中間有橡筋帶，可以固定大件啲嘅急救品。咁啊，要揾個陣就一目了然啦。手環除咗可以手提外，仲可以用嚟掛喺掛鈎或者樹枝度，方便取物。除咗做 First A 袋之外，仲可以用做旅行袋、化妝袋等，一共3個顏色可揀。依家購買送一套鋁合金 DocTac 之餘，仲可以加50蚊換購英國陸軍萬用刀一套，只需98蚊包埋運費，送到你屋企門口。快啲 DM 我哋落單啦！